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適、胡指、胡 A 還有胡锡進老師。這兩天這個胡適典型的就是特朗普行情，整個胡適隨着特朗普的一言一行在上下飛舞。今天胡適繼續反彈，財聯社3月25日電，市場震盪反彈，截至收盤，滬指漲 1.3%， 深成指漲 1.95%， 創業板指數漲 2.01%。滬指已經回到了3900點上方，震盪上行，但是成交量是沒有放出來，尤其是今天下午成交量還出現萎縮，就隨着反彈越高，交易量越少，說明這些金融消費者現在已經小心翼翼怕了。今天整個的成交額滬深兩市 2.18 萬億，雖然比昨天多個幾百億，但是這個都是比較低的，說明參與的人都小心翼翼，一不敢補倉，也不敢割肉，跑害怕他後面回到4000點又牛市了，補倉害怕特朗普要整幺蛾子，所以說一個個的非常難辦，所以成交量它就萎縮。但是今天是大部分都在反彈啊，4874家是上漲的，560家下跌，也就是說是一個普漲格局。但是胡適應該連彈2天，指數好像回來一點了，但是金融消費者的這個賬戶有沒有回來？這個只有天知道。金融消費者大斗出小斗進，賺了指數不賺錢。為什麼大家很擔心？因為都知道特朗普這個人不着調，周末很有可能要搞事。雖然都知道是伊朗求着特朗普，求着美國要談判，但是伊朗畢竟在對外宣傳的時候，那嘴巴還是很硬的，就怕特朗普到了周末失去耐心，又放狠話，全球市場又應聲下跌。這個誰能說得好呢？到了周一，美股一開盤，它緩和一下，但是咱們大 A 的這些消費者那就吃了個餅。所以說，它現在走的就是特朗普行情，沒有別的，說什麼都沒有用。很明顯，大盤上午還有點量，但是到了午後，隨着指數走高，量能出現進一步萎縮，說明這個資金追高意願不足，大家都沒有信心。雖然嘴上喊着牛市，未來到5000點，但是身體比嘴要誠實，不敢加倉。就這個位置可上可下，專家說了，說 A 股仍處在牛市行情。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對中信經緯表示，今年初 A 股仍處在牛市行情中，市場風險偏好也表現出較強韌性。與此同時，監管層持續釋放穩定預期的信號，疊加流動性維持相對寬鬆態勢，為市場提供了較為有利的支撐環境。當然了，這兩天大跌，金融消費者還是把矛頭指向了量化，認為量化是幫兇，只要一跌不賺錢，那都是量化導致的。3月24號，搜狐財經連線南開大學金融學教授田立輝就當前市場底層邏輯進行解讀。田立輝指出，如果量化成為唯一流動性提供者，意味着市場的終結。一幫機器在交易，人類拿着好公司等着，流動性好的時候全起來，差的時候全沒了，市場等於被廢止。AI 的發展終究會取代人類生產，但不是今天，今天仍然需要人類選擇好公司投資，讓資金聚集到好公司，推動時代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關機構發出國際呼籲，只限制中國量化沒有用，還有港股通、滬港通、深港通等渠道，國外量化也在盛行。如果只是中國限制，國外股指一漲，中國照樣受影響。也就是說，要求監管不僅要對中國的量化限制，而且呼籲全球都要對量化出手，應該形成國際聯合的聲音。股市應該是人類的集體投票，而不是機器人的猜透。量化必須控制，需要聯合國發揮作用。你看這股民賺不着錢，對吧？現在已經向聯合國提要求了。中國應率先推動量化交易監管聯盟，這是金融強國的一步棋。一旦股民失去財富，失去信心，消費會更快萎縮，這和我們方向完全相反。總之，這個股市一不行，一定要有背鍋的。但是他們唯獨看不見的是，這個市場本身出了問題。量化，美國也有量化，海外資本市场都有量化，而且人家量化搞得更早。咱們的量化是從美國學的，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你這個市場是什麼一個市场？你市場這個基礎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你把人家那些什麼一招半式的學来没有用，只会成為割韭菜的工具。為什麼這麼說？你看，這是咱們媒體自己報道的，第一財經日報報道。這個以前咱們節目也說過，有一家上市公司啊，他非要說自己跟馬斯克扯上關係了。你扯上關係不要緊，你在指定的渠道發布，大家知道吧？這我說的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就是說你上市公司，比如說深交所或者是上交所，它都有指定的发布渠道，就是你公司的公告也在哪儿发，一個是叫巨潮網，那個是專業的发布公告的地方，還有一個是上交所，它都有一個发布平台，有什麼一個電子平台，反正就是投資者和上市公司可以在上面互动，什麼易互动還是什麼的一個平台。完了三大報，什麼中證報、什麼證券報之類的，給你指定了幾個渠道，你只能在這上面发，而且你对你发的東西要負責，就不能虛假陳述。你說我作為董事長，我今天接受一個小媒體採訪，然後說我把我40億分出去了，你這上市公司立馬就要處罰。有很多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說這個有一家上市公司叫雙良節能的，2月12號已經被監管警示。2月12號。這個雙良節能公司以及集團呢，13點02分在微信的公眾號發布一篇推文，標題是什麼呢？叫雙良節能再獲海外訂單，助力商業航天太空探索。13點25分，雙良節能微信公眾號發布相同標題的內容文章，也一個是集團發的，先發。雙良節能上市公司隔了10幾分鐘，他也發了一個标題是一樣的。那你說吧。受該公眾號文章的利好消息影響，13時05分，雙良節能股價開始快速上升。13時26分，雙良節能股價漲停，股價短時間內異動引來監管介入。經監管督促，當日收盤後，雙良節能發布關於海外訂單的說明公告，披露微信公眾號發布的文章所涉3項訂單金額合計約為1392萬元，占公司2024年度經審計營業收入比例只有 0.11%， 也就是微不足道，對公司經營業績無重大影響。公司未直接與 SpaceX 發生合作，也就是沒有跟馬斯克有什麼直接關係，為項目非獨家間接供應商。什麼意思啊？是一個間接的供應商，他給別人提供，那個人給馬斯克 SpaceX 提供什麼產品，而且他還是非獨家。也就是說，人家供應商啊，在全市场到處買，誰有就買誰的，也沒指定你是獨家，這真能炒作。自己可能他有一批貨就被那個供應商給買了之後，人家就要裝到自己的設備上面，再賣給這個馬斯克，他就吹了成功打入 SpaceX 的供應鏈。那下一筆有沒有還不知道，對不對？人家是隨便採購的，公司相關訂單獲取商業航天項目建設及擴產規劃的影響較大。未來訂單獲取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上述文章稱，說雙良節能先後獲得的3個海外訂單，共計12台高效換熱器設備，將用於 SpaceX 新建發射基地擴建配套的燃料生產系統。吹唄，那一陣子不是商業航天火嗎？所以他這一吹，立馬就漲停。首先一個，這種訂單如果是重大的，比如說你的訂單占你這個一筆是，比如說是500萬利潤，或者是它利潤總額影響你的總利潤的 5%， 它有個標準的。像這種重大的訂單，那必須要到指定的媒體去公告。結果你看，他就耍滑頭，跑到自己微信公眾號上面公告，這不就是操縱股價嗎？所以3月22號，雙良節能公告稱，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公司及控股股東雙良集團予以立案，公司和控股股東雙良集团各被罰400萬元，公司董秘和品牌總經理各被罰250萬元，合計被罰1300萬，這個就可以了。你在微信公眾號上面亂發文章，給你罰款1300萬。實際上這個要仔細調查，是主觀故意的還是無心之錯。無心之錯，你罰1300萬是可以的。如果是他是主觀故意，那就應該罰得更重。他很有可能是在操縱股價，這涉及刑事犯罪。他操縱股價一下賺1.3個億，罰1300萬算什麼？小意思。所以就這樣的市場，這都是草台班子。說無心之過，這個可能性非常低，因為一個上市公司啊，有券商，有會計師事務所，經常督導，
而且這個交易所也會經常督導，叫合規化，想犯錯誤也不那麼容易，所以只能說是主觀故意。最近央视又報道了一起这個荐股騙局節目，我就不放了。他這個我估計好多炒股的人恐怕還知道這個大 V， 但是我不知道，我很少關注。這個央視說叫起底金圈富少荐股騙局，豪車豪宅全是租的。他這個節目很有意思，說隨着短視頻和直播平台快速發展，一些網絡主播通過打造其成功投資人人設，吸引大量粉絲。近期一名平台粉絲超100萬的所謂富二代網紅，因非法荐股被證監會和公安部門聯合查處。受害人是如何被騙的，案件是怎樣一步步被偵破的？這個節目我不看啊，我都知道這些受害的人呢，實際上是按照智商重新分配財富，沒毛病。富二代帶你炒股，投資者虧損近100萬元，怎麼虧的呢？說在短視頻平台，王先生關注到一名自稱金圈富少的網紅王某。視頻中，這位富少頻繁展示豪車豪宅以及所謂的投資收益截圖，王先生逐漸對他的投資能力產生了興趣。有一點我跟大家說一下，如果你在網上看直播，看誰節目，有個人頻繁的在炫耀，在展示自己的什麼手錶、衣服、名貴的車、什麼鑽石、各種珠宝，我也不能說100%，至少99%是騙子，你就小心了，絕对是騙子。尤其是刻意炫耀的，在那兒一本正经给你介紹，這個錶800萬，那個錶是限量款，這個鞋子，我家這個別墅1年電費就80萬。所有這些不要往下看，你就知道他就是騙子。真正有錢人很少炫耀啊！你什麼時候看見過這個李超人炫耀他什麼東西？你什麼時候看見過馬雲動不動炫耀？沒有。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一種心理这個現象，叫什麼？心理不成熟。他特別對那種炫耀的人產生一種膜拜心理，覺得他有錢真厲害。那有的人他就為了讓你產生膜拜，他就故意炫耀。實際上它是假的，它沒有。你看這個什麼金圈富少王某，我不知道這王某是誰，王思聰嗎？開玩笑的，不是金圈富少嗎？你稱得上金圈富少的只有王思聰能稱得上。說這個人天天在這個直播間裡面，在他作品裡面就展示他的宅豪車。好，那些粉絲看完這個特別激動，這個人真有錢，真厲害。我也想起了那個什麼森哥還是什麼，我以前刷那個短視頻經常刷到。我也不明白他是什麼賣什麼總裁課還是什麼，反正我看他那個切片，跟人一聊都是你一年多少億，人家說不好意思，我這一年才5個億，5個億是少了一點，都這樣的。你說哪個企業做到5個億，他媽有時間陪你這個人騙子，幫你耽誤時間呢？這一看都是騙子。很多年輕人道行深，他喜歡看這種吹的，結果把百度的公關位女1號是吧？給吹掉了，連百度的公關位女1號那是見過錢的，對不對？那也是好歹是大廠的，爬到那個位置不是一般人，結果都能被忽悠，完了跟着後面學，結果被開了，提桶走人，這就是智商啊！所以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如果你在網上看到這些，或者生活中，不光是網上，生活中看到這些炫富的，動不動名牌包、名牌表、鞋子、車，你就要小心一點，這個人十有八九是騙子，就要離他遠一點。那這個金圈富少王某，他就要求粉絲，你不是想知道嗎？怎麼賺錢嗎？好，你刷禮物。這個有一個受害者王先生刷了幾千元禮物之後，終於順利的進入了他的粉絲群。然而這只是入門，為了獲取更多所謂的內幕消息，王先生轉賬15萬元，進入了所謂的核心群。在這個群裡，王某會明確告訴群友們具體買哪只股票，什麼時候買入。可王先生並沒有獲得收益，反而頻頻虧損，投入的300多萬元，最終虧損近100萬元。和王先生一樣受害的投資人不在少數。2024年8月至2025年2月，北京證監局陸續收到有關王某的40多封舉報材料，舉報人累計給王某繳費近500萬元。北京證監局監管人員表示，其他投資者交納費用以及買股票產生的損失可能遠高於這一數字。我就不知道這個王某這個受害人他那300萬從哪兒來的？就這個智商，理論上不應該有300萬的，所以這個老天是不公平的。就他這種智商，他都能擁有300萬。我們有這麼多人，天天兢兢業業的勞動，上班打螺絲，
到頭來兜裡還空空的。調查發現，王某沒有任何證券從業資質進行所謂的投資指導。根據證券法和相關規定，從事證券投資諮詢業務必須取得相應資質，而王某在沒有資質的情況下收費薦股，已構成非法證券投資諮詢。在掌握初步證據後，監管部門將案件線索移交公安機關進一步偵查。金圈富少真實身份逐漸被揭開。警方侦查發現，這個金圈富少王某豪車豪宅都是租的，借此為自己打造富二代人設，並在直播间、微信群裡向投資人透露自己的財富來源就是通過買股票，想吸引掙大錢的投資人。警方最終查明，受害人達到400-500人，遍布全國，涉案金額超過1000萬元。那個王某是最慘的嘛，一個人就300萬嘛，那是最蠢的。受害人400-500人，涉案金額1000萬，那合着人均2萬塊，也不算多啊。那这個金圈富少吸引的都是些什麼粉絲啊？不是高净值用戶。2025年10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2年6個月，並處罰金1500萬元。這個也挺好的，胡適割完了這些騙子再割一刀，把韭菜根一把嘎了，一了百了。我相信只要胡適一直存在，這樣的騙局是不會斷的。為什麼？因為這胡適吸引的就是一些賭徒，那這些賭徒對不對？那天然呢，有一部分他就会相信所謂的這個叫薦股帶你致富內幕消息。最後我們再看一看胡锡進老師，這個胡锡進老師顯然這2天確實挑不出特朗普什麼毛病了。他前2天一直不相信，認為伊朗不可能跟特朗普談的，特朗普就是撒謊騙子，大概這意思。伊朗人說了要反抗到底，要這麼打到底，特朗普散布虛假消息。但是這2天一看，胡锡进老師也沒話說了，對吧？這哈梅内尔在他爸尸骨未寒的時候，居然宣布要跟美國人談判，前不久還說要跟美國要打到底，要復仇，這也復不下去了。胡锡进老師也不好洗地了，所以他暫時的放過了特朗普。胡锡進老師昨天他就唏噓了2回。什麼叫唏噓2回？首先唏噓的是他轉發了一個微博，說上海一個53歲的獨生女子去世。53歲獨生女子，那就是沒有親朋，沒有親戚，沒有直系親屬，個人賬戶中尚有近600萬元未作使用，居委會代理身後事辦理，向法院申請指定民政局為遺產管理人。胡锡進老師轉發了這個，說真的很唏噓。我也不知道胡锡進老師唏噓啥，是國庫裡面多了600萬嗎？53歲獨生女子死了，賬戶上還有600萬，這個真的是為社會做貢獻了，交到大頭那去了。不知道胡锡進老師唏噓的是不是大頭那兒又多了600萬？沒過多久啊，胡锡進老師再一次唏噓，沒隔2小時，胡锡進老師又發個微博，這回唏噓是為誰呢？為胡锡進老師轉發了詹雪峰的那個訃告啊，他說真是震驚，為他唏噓難過。詹雪峰老師是互聯網多元性和張力的標記之一，他還是一個生動有趣的靈魂。才42歲，人生無常，所有人都要珍惜自己。剛才是53岁的獨生女子，這是42歲的，對吧？正能量，詹雪峰老師。如果胡锡進老師是因為英年早逝而唏噓的話，那麼還有，我看今天好像一個金融界的一個什麼信託的一個董事長，好像也是50岁，也是心梗，什麼信託我忘了名字。也就是说，短短的這幾天，这不就好幾個啊，這種突然就走了，好好的心梗、心源性什麼心臟病，就是趙本山那個小品說的，錢沒花了，人走了。胡锡進老師唏噓。說到詹雪峰老師，我有很少評價，我也不怎麼太關注他，因為我已經過了需要填志願的，我還沒到為下一代填志願的時候，所以說基本上不關注他。但是詹雪峰老師經常上热搜，他上了熱搜我偶爾看一下，但很少評論，因為我對他並不是這個興趣不在一塊。他那個範圍跟我沒什麼關係，但是因為網上說詹雪峰老師是因為在跑步機上跑步，中午12點跑步，後來就突發狀況，後來馬上送到醫院，下午3點就走了，搶救了將近3個小時。因為詹雪峰他那個朋友圈裡面經常發他打卡跑步，是一次跑7公里，一個月大概跑10次，一個月跑量就是70公里，
說他還參加什麼馬拉松、半馬、全馬，給人感覺他身體應該挺好。有时候他是跑步机上走的，所以网上就很多人說，大家还是不要动，养生。你看烏龜不動就能活得長久，你越動就活得越短。网上很多还有医生也煞有其事的来講，不要運動，少動，學烏龜龜息大法。我覺得這個說的不對，這叫錯誤歸因。錯誤歸因什麼意思啊？就比如說有個運動員短跑第1名，破了世界紀錄，這時候眼尖的記者發現他的左手无名指少了1節，所以這記者就說，左手无名指少1節就能得第1，有助於跑得快，有助於破紀錄。這叫錯誤歸因。該運動還是運動，但是要適量運動，要科學運動，要根據自身的身體狀況制定運動計劃，循序漸進。我也看好多網友說詹雪峰這個人應該去年還是前年就在醫院治過心臟病，心臟就不行了。直播的時候嘴唇發紫，有網友說你心臟不好。從他那个體態來看，他參加馬拉松那個體態也不像是天天運動的人，要麼就是他運動效果也不太好，或者他邊運動他邊暴飲暴食，什麼都吃，所以說他那個體態就不像是一個經常長跑的人。經常長跑的人都是非常干瘦的，你看不見有肚子，就是經常跑步的長跑的。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就是詹雪峰他心源性心臟病死了，不要把它歸因在運動上面，導致大家不敢運動了，不敢跑了，不敢什麼健身，不敢擼鐵，這都是錯誤的。什麼坐着不動，這個中國人不管男的女的，過了30歲，你只要坐着不動，你馬上就各種病都來了，腰圍越來越粗，馬上就變成一個青蛙，四肢纖細，軀幹粗大，肚子更大。實際上這樣更不健康，什麼三高、脂肪肝全來了。不相信可以試一下，你連續1年不運動，你沒事你就坐着上班，一坐8小時，下班也坐着，回家沙發上躺着，很快像氣球一樣的就吹起來了。所以要適量運動，科學運動。越是這樣，越要好好的去檢查一下，看看自己有沒有什麼基礎病，三高、血糖這些的。完了之後，根據自己的自身狀況，制定一個合理的健身計劃、訓練計劃，或者叫運動計劃。越是這樣，我們越愛惜自己的身體，越要重視健康，越要體會到健康才是一，對吧？車子、房子、錢，那是後面那個零。沒有健康，你後面零越多，再多也沒意義。只有了一，對吧？你後面零越多才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